喜之郎举若果冻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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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追剧露营来一个休闲好滋味，朋友聚会来一个开心好滋味。果冻我要喜之郎，多点关心，多点爱。强强，我来了！有寿烟的男主皮皮，貔貅天路驾到，嘿嘿，欢迎大家来观看有寿烟动画，大家来看我哦！哇，天价美食啊！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终于能饱餐一顿啦！怎么是个毛蛋啊？丑了吧唧的，连五官都没有，全身都是毛，根本没多少肉啊！怎么我们吃了！老铁，你在哪儿呢，老铁？努力呀！好大块肉啊！肉！烧焦了，烤肉哎！大自然的馈赠！明明受了那么重的伤，怎么还这么厉害呀？对不起啊，姐姐大人，我们不该觊觎你美丽的肉体。要不救他一命，化敌为友？不，我认为不如卖他一个人情，将他治好，然后把他当做靠山，出人香河了。跟你说的一样吧。嘿，姐姐大人，您的伤终于好了，接下来您有什么打算？我们追随您到天涯海角。哎，姐姐大人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别走嘛！姐姐，您看在我们弱小无助又可怜的份上，就带上我们吧。姐姐大人，姐姐大人！姐姐大人不捕猎，咱们只能靠自己了。哼，今天猎的肉少，没你的份。是啊，最近的猎物越来越少了，捕猎也变得更难了。听说是因为出现了一群自称人类的两脚兽，他们的数量一来就把猎物都抢光了。不是趁大姐在，一起早除祸患。姐姐大人，快用一碗水端平啊！明明我也很可爱的。姐姐大人，前面好像就是两脚兽的巢穴，现在正是消灭他们的好时机。今天就是你们的灭族之日！自此，人间便有了四凶的传说。
本集中，混沌、饕餮、桃物、穷奇被人类称为什么呢？四凶、四喜、四祥。哎，这次选对了。哎，什么嘛，原来是胡乱猜的。四凶，四凶的说法记录于《春秋左氏传》中。据说当时舜将浑沌、穷奇、桃物、饕餮四凶族流放到了4个边远之地。有说法认为，这里指的是4位凶恶的部落首领。